Hello， 大家好，我係 Saki。2019年開始拍 YouTube，學業忙碌同埋流量不如理想嘅關係，quit 咗段時間 YouTube。而家因為想記錄一下 DSE 嘅倒數，所以咧就決定喺 YouTube 復活，用 YouTube 嚟到做記錄嘅平台，記錄一下2026年 DSE 嘅生活。月16號。Hello， 大家好。今日係我第一日拍呢一個 One to DSE 啦。今日我感覺冇咩動力去到溫拜我，因為感覺上啲嘢就越嚟越閒咁樣。其實拖到黃昏啊、夜晚先開始寫下啲筆記。呢幾版係我呢幾日所溫嘅拜我啦，同埋所記嘅筆記。其實與其話係溫，不如話係重新學咯。我其實減油課嗰陣時都係聽書人已經係一頭霧水，問阿 Sir 又唔係幾明啦，涉及咗一啲數學、生物、化學嘅概念，數學又唔叻啦，化學嗰我又冇讀。其實呢一課對我嚟講係超級難，係一個中五裏邊4大難關嘅最後一關。我希望可以過咗呢個難關去。就係咁。播住歌抄錯題簿。已經係凌晨嘅3點19分，我係真係凍晒㗎咯。今日雖然話係比較晏少少起身，不過都係夜晚嘅時間再讀翻去到補翻呢個朝早起唔到身嘅不足。而家仲有接近4個鐘可以瞓啦。如果話應付2個半鐘嚟講嘅話，應該夠嘅，都唔可以話繼續讀落去。如果唔係通宵嘅話，就唔係咁好啦。今日第一日嘅記錄就到此為止啦。咁聽日都係我最後一日考花路啦。呢個係6月17號星期2考拜我嘅朝早啊！咁我一開始就諗住搭小巴啦，因為又平啲又快啲。然之後行下就見到話咁多人，應該上唔到車，所以我就老老實實行翻去搭翻貴啲同埋慢啲嘅巴士啊。不過好彩都係喺7點55分嘅時候準時翻到學校，冇遲到啊！終於係最後一科拜我咯〜咁啊，希望有得合格啦，因為我其實都唔係溫得好多課。考完之後呢，我就同我爸爸去咗打邊爐啦。
之後呢，就返屋企睇動漫啦。天気が悪いのに散歩しましょう。天気が悪いのに散歩しましょう。天狗の監視も同居に加わった。コミュ力めちゃくちゃな監視のおかげで魔女と使い魔たちの日々はますます賑やか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Hello， 大家好，今日係6月18號星期三，我做 record 嘅第3日，咁亦都係我考完 final 嘅之後嗰一日啦。咁因為我7月6號仲有個試要考，就係 JLPT-N3 啦，咁就係日文嘅能力檢定考試，咁就可以喺 DSE 嗰度換分嘅，如果合格嘅話。咁我今日就溫咗一啲 N4 Try 系列嘅文化，然後仲有睇咗一啲 Takuchi 先生嘅一啲教學片，然後寫咗啲筆記咁樣咯。咁我就冇拍到縮時嘅，不過呢啲就係我今日所做咗嘅練習。仲有好多嘅，不過我就影唔晒啦，因為都係做得幾多下。Hello， 大家好，今日係6月19號星期四，我做 record 嘅第4日。咁呢，我今日就去朋友屋企玩，耶！Hello， 大家好，呢個係6月19號星期四夜晚9點半至到凌晨1點52分嘅學習記錄啦。咁我就做咗 Try 系列嘅 N4 日文嘅第1至到第6課嘅。咁我之前其實都做咗少少啦，而今次就係補翻啲之前未做嘅，同埋做翻啲新嘅嘢咁樣咯。咁主要都係日文嘅自學，再加上復習咁樣咯。嚟到凌晨2點，咁我就啱啱拍完做 Try 系列嘅學習記錄嘅。咁做翻一個總結先。6月19號星期四，咁我晏晝就去咗朋友屋企玩啦。咁然之後就玩到夜晚，就同屋企人食完飯，再翻嚟呢，然後翻咗嚟唞一陣，就開始做呢本嘢啦。咁就大概係9點半至到凌晨1點52分嘅時間啦。咁就係至到接近凌晨2點嘅時間嘅。咁我今日就做咗差唔多60%嘅日文 N4 系列啦，咁我就希望快啲可以做完呢本嘢啊，因為我呢其實係要考 N3，係喺3個禮拜之後考嘅。咁我 N4 呢就希望想盡快學完佢，我學完 N4 之後就會開始自學 N3 嘅。咁我希望一切順利啦，同埋希望到時 N3 都可以過，然後我希望熟習完 N4 嘅文化之後，就可以熟習翻 N3 嘅文化啦。咁然之後再做多啲 past paper， 操多啲咁樣，希望可以喺 N3 嘅考試裏邊合格。咁如果高分嘅就仲好啦。OK， 咁呢個就係我今日嘅記錄。Hello， 大家好，今日係6月20號星期五，朝早5點39分，我做 record 嘅第5日。一路聽歌 keep 住日文嘅 input， 然後就一路唱出嚟，去到 keep 住日文嘅 output， 咁樣日文應該可以進步嘅。信じられるものを探す瞳が欲しい。愛はわからないままだけど。下晝4點53分，咁就開始自學咗少少嘅第7課啦。自學咗大概半個鐘之後呢，就俾媽媽叫咗落去幫佢攞喺拼多多裏邊網購嘅貨啦。
然後拎完上嚟呢，我就聽咗一陣間日文歌，然之後再睇咗一陣間動漫嘅。嚟到夜晚10點，又開始打開 try 系列嘅 N4 去到自學日文啦。咁我就做咗第9課第2 part 同埋第7課第1、2 part 嘅文法咁樣咯。咁就做咗2個鐘左右啦。今次做得比較慢，係因為中間休息嘅時間都比較多，就係咁樣。OK， 呢個就係我今日嘅記錄啦。拜拜。6月21號星期六，記錄嘅第6日。去咗荷里活廣場嗰度參加隨機舞蹈同埋同人展，嗰度咧大家都玩得好 high， 根本就冇人在乎你跳舞跳得好唔好啊，個個都係在乎呢個氛圍，所以咧呢個係跳得唔好都唔使擔心會柒咗嘅一個活動嚟嘅。呢首歌咧就令我諗翻起咧之前去到 Ado 嘅演唱會嘅時候啦，呢一首歌大家都係好 high 好熱烈嘅反應咯，而嚟到呢個同人展嘅時候呢，大家亦都對於呢首歌好捧場。以上嘅片呢，都係一啲觀眾啦影完之後 po 上網嘅片嚟嘅。呢條片係我朋友影嘅，只不過嗰陣時呢，我就未上去跳啊。隨機舞蹈嘅環節完咗之後呢，就到咗比較專業啲嘅舞者去到表演嘅環節啦。佢哋呢，其實喺隨機舞蹈嘅時候都有同我哋一齊玩一齊跳舞嘅，咁我哋都可以跟住佢哋跳嘅。喺隨機舞蹈嘅時候呢，唔會有人在乎你跳得好唔好，只會係最重要係嗰個氛圍。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不過當然啦，呢啲上台嘅我哋就梗係會注重佢跳得好唔好啦。但係佢其實生得好唔好睇就唔會好似 K-pop 咁注重咯。所以我覺得 J-pop 呢個圈子啦，呢個文化都係幾好嘅。而且 J-pop 仲甚至有好多歌手都係唔出樣嘅，所以我哋唔會咁注重個樣咯。呢個團體我好中意佢套衫設計得好靚，只不過太多人捧場咧，我影嚟影去都係影到啲人頭，所以咧就冇影得好多。完咗之後咧，就同咗爸爸去食煲仔飯啦。到最後就梗係要俾大家睇下我啲戰利品啦。除咗買嘅嘢之外咧，我仲係拎咗好多嘅卡片啊！每一次我去呢啲同人展或者動漫展嘅時候，其實我拎得最多嘅就係卡片啦，因為呢啲係免費啦，而且咧又畫得幾好睇喎，所以我覺得佢性價比係超級高㗎。所以我其實就算買嘅嘢唔多啊，但我都可以堆滿晒成張台㗎。呢個就係我所買嘅嘢，你睇下，其實唔多㗎。但係加埋啲卡片之後就可以堆滿晒成張台。咁呢一盒就係我買嘅 figure， 呢個係眼鏡布啦。咁我覺得最靚嘅就係呢個鐳射貼紙啊，勁有性價比，你睇下勁靚。然後咧就等我哋嚟開箱我今日所買嘅 figure， 孤獨搖滾嘅 figure。咁咧佢就一套係有4個嘅，係盲盒嚟嘅。咁我咧就買咗成 set 去，咁就一定會有2個重複㗎啦。第一個就即刻開到係異地之紅夏啦，呢個亦都係我最中意嘅角色。第二個角色會係乜嘢呢？即刻係一個重複嘅，都係紅夏。不過唔緊要，因為紅夏係我最中意嘅角色。第三個係咩呢？咦，原來係成日都要食醋嘅山田涼喎。好，等我哋嚟開第4個角色先。第4個係喜多伊代。咦，第5個都係佢喎。哎呀，又重複咗啦。不過唔緊要啦。買得1盒6個嘅 set 啊，就預咗係咁噶啦。第6個就當然係小孤獨啦。好，就齊一套4 set 咯，然後仲有2個重複。
6月21號星期六第6日嘅記錄月。6月22號星期日，今日咧就冇出街，喺屋企度打機啦。咁我哋咧就玩咗 Mario Party 第2代啦，同埋 Nintendo Sport 嘅。咁我哋咧就玩咗高爾夫球同埋保齡球，不過保齡球就冇影到啦。左邊嘅就係我媽媽，而右邊嘅咧就係我啦。你睇下呢套衫，我哋兩個都着一樣嘅衫啊！你打算點打啊？打唔到啊！1、2、3。然之後咧，食完飯咧就玩咗多鄰國啦。By the way，題外話啦，呢2日麥當勞咪出咗個優惠係10蚊2個蘋果批或者芋頭批嘅，唔知大家係蘋果批派定係芋頭批派呢？我就係比較中意食蘋果批嘅，唔知大家點睇呢？By the way，我聽日要對卷啊，完全唔想面對。好啦，咁我今日嘅 record 就完咗啦。咁我今個禮拜嘅 record 咧，亦都完咗啦。唔知道大家會唔會中意我呢一個系列嘅片呢？如果中意嘅話，就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啊。好，拜拜。哎呀，我明，你睇完我啲片，好想睇其他片啊嘛。但係你收睇嘅其他片唔係我啲片啊嘛，係咪先？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但係，我希望你可以繼續睇我啲片。做唔做得到？Like and subscribe 做唔做到？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